拉草续弦。给我加在动，唱个美剧，你们打着。爷爷，你来看节目的吗？你，这是哪些节目？对，爷爷，我今天准备了一个节目。爷爷，你好好观看。有你有。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一班的小朋友，我叫黑白家财。今天是第4届阳春振兴纳曲问季，我代表我们班的小朋友，我准备了一个节目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弟弟们，当俺按你写茶。比你们三杆子就那边给你们的了，要不就那个也不